大家好，歡迎收睇財富訊息。今集我哋有新嘉賓喺我身邊，係聯博嘅田建業。3月份市場受到中東局勢而顯著波動，投資者嘅避險情緒升溫，個別嘅市場跌幅都唔細。阿田聯博點睇今次地緣戰事，特別係油價飆升對市場嘅影響呢？好啊，過去幾天入邊衝突響該地區就不停咁擴大，導致新興市場出現咗顯著嘅風險上升。投資者對能源價格再次飆升作出咗強烈嘅反應，油價幾乎係立即上漲嘅。液化天然氣市場亦都更加緊張，霍爾木茲海峽嘅航運量減緩啦。咁因為戰事風險日價上升，船隻被重新安排航線，即使冇正式嘅封鎖咁因為保險成本啦、檢查啦同埋自我施加嘅一啲航運限制實際供應已經減少咗㗎。咁但係中國嘅能源安全長期以嚟一直都係戰略優先嘅事項。咁呢一個事件進一步加強咗對再生嘅能源啦、核能嘅擴張啦、電網投資同埋更廣泛嘅電氣化嘅推動咁中國已經多元化咗原油嘅來源㗎，咁憑着時間嘅推演啦，更加建立咗好多庫存，咁喺一定程度上邊減輕咗短期衝擊嘅風險。喺宏觀嘅層面上邊中國嘅起點亦都唔同㗎。儘管大多數新興市場都擔心翻通脹會重新加速啦，咁但係中國一直對應通縮壓力㗎，適度上升嘅進口通脹雖然唔係冇成本啦，咁但係尋求更強嘅價格動態經濟嚟講絕對唔係一個負面嘅情況嚟嘅。咁但係因為每次嘅地緣政治嘅背景都唔同，咁投資者應該都要考慮翻經濟同埋貨幣政策等等嘅因素嘅。咁我哋睇翻股市啊，咁今次地緣衝突令到環球股市受壓，歐洲同埋亞洲市場嘅跌幅就比較大啲。咁不過部分新興市場仍然都跑贏成熟市場。阿田原因喺邊呢？好啊，咁我哋可以從匯率同埋基本因素去睇㗎。首先歷史經驗話俾我哋聽，美元偏軟往往有利翻新興市場嘅表現。2025年起美元開始偏弱啦，就代表資金開始慢慢離開美元，去到其他嘅貨幣，轉換咗貨幣之後就會留喺一啲非美元嘅資產。新興市場正正就係其中一個受惠嘅地方。咁如果美元喺未來一段時間裏邊維持穩定啦，或者進一步走弱嘅時候新興市場有望繼續受惠㗎。除咗匯率之外咁我哋亦都見到新興市場嘅基本面正喺度改善。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嘅預測新興市場同埋發展中嘅經濟體嘅增長持續領先緊啲先進嘅市場。咁例如喺中國中國喺全球出口嘅佔有率持續上升，顯示供應鏈多元化同埋出口競爭力仍然存在㗎。咁呢啲因素都係有助支持中國經濟逐步回暖。咁同時市場普遍預期新興市場嘅企業喺2026年嘅盈利增長亦都會相當強勁，亦會超過一眾嘅成熟市場。咁為咗新興市場嘅股票提供咗實質嘅支持㗎。咁新興市場嘅估值又係點呢？好啊，咁喺估值方面咁 MSCI 新興市場指數同埋 MSCI 世界指數嘅比較目前新興市場指數相對已發展市場嘅12個月嘅遠期市盈率處於吸引嘅水平，甚至係低過長期嘅平均㗎。咁呢個估值嘅差距正正提供咗一個相當吸引嘅入市機會。所以喺經濟前景估值、公司嘅基本面嚟睇新興市場嘅投資似乎係投資組合裏邊不可缺少嘅一環。咁不過過去環球投資者嘅投資喺新興市場嘅比重都係偏低。咁聽你頭先所講咁似乎新興市場近期都出現咗啲投資機會。咁近年嚟環球資金流向方面有冇啲咩啟示呢？你講得啱啊！咁過去一段時間新興市場嘅股票持倉仍然都係偏低㗎。咁睇翻呢幅圖近一年嚟講資金流入嘅情況已經開始回暖。如果配置比重回升到20年嘅平均水平將會相當於係超過1萬億嘅美元流入翻呢啲嘅資產裏邊㗎。咁呢個潛力係絕對不容忽視嘅。咁其實而家目前區內嘅通脹水平都相對溫和，咁令到區內央行係有比較大啲嘅空間去維持翻寬鬆貨幣政策，意味住融資嘅成本降低，咁都吸引到資金流入到區內嘅股市同埋債市。不過考慮到市場仍然都存在啲不確定性，咁尤其係面對住地緣政治啦、利率變化等等，咁所以我哋都認為投資唔應該過分集中，策略上就應該分散去到債券，咁同時保持翻高度靈活啦，主動管理債券嘅組合存續期，並且係將投資分散去到唔同嘅市場。阿田你哋嘅策略又係點呢？好啊，咁我哋亦都強調多重資產嘅配置策略。咁透過同時投資新興市場嘅股票同埋債券，咁唔單止可以捕捉到股票嘅增長潛力，同時亦都可以利用債券嘅穩定性嚟平衡翻整體組合嘅一啲嘅波動性㗎。事實上邊新興市場股票同埋債券嘅區域分佈上邊都有明顯嘅互補性。咁股票主要係亞洲區為主㗎，債券則集中於歐非、中東同埋拉丁美洲，咁有助實現翻更全面嘅分散風險。總括嚟講咁我哋認為新興市場無論響基本面估值、資金流向以至資產配置嘅角度嚟睇都具備咗吸引嘅投資價值嘅。咁我哋企喺多重資產嘅策略，正正就可以把握咗呢個機遇，同時可以管理風險嘅。
好啦，咁今集我哋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多謝晒阿田，我哋下次再見，拜拜。